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莹莹。入冬过啊，天气开始出现变化，所以来关心这天气的变化。像这礼拜短短7天内，天气的变化就出现三摆变化，为大冷变成落雨，即马佫变大冷，所以讲咱乡亲一定要特别注意，爱穿好少，千万唔通去感着。这照气象局估计，拜日到拜三，全台湾拢是一分到好天的天气，气温差不多伫16到18度。高温有可能会到27到28度，拢是算是大冷的天气。早暗呢温差较大，到拜三暗时东北风会增强，北部东半部嘛开始变成会落雨，高温会降到23度左右，有明显变较凉冷。啊，到拜五呢，水汽会减少，又佫变成呢一分到好天的天气，会有到大冷，啊一直到礼拜，所以讲提醒咱所有乡亲，若较早出门，也是较暗转来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真正穿好少，唔通去感到。